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CN 澳洲廣新聞。今次由我 Jason 為你挑選2025年12月31號至2026年1月3號澳洲嘅重要新聞及時事。今集內容包括百幾個企業與人權專員呼籲成立Bondi事件皇家調查，中國加徵牛肉關稅，衝擊澳洲肉類出口。新南威爾斯發生多宗遇溺事件，3死2失蹤。墨爾本跨年夜開山刀襲擊案，涉嫌人士仍在逃。超級流感病例暴增，專家發出警告。片尾彩蛋2026第一個生活小資訊。而家為你詳盡報道。百幾個企業領袖與人權專員呼籲成立Bondi皇家調查。自從2025年12月14號 Bondi Beach 喺猶太節日活動中發生致命恐怖襲擊以嚟，全國對聯邦政府成立皇家調查嘅呼聲持續升高。近日，超過100名澳洲企業、公共及學術界領袖聯名發表公開信，強烈要求總理 Anthony Albanese 立即啟動聯邦皇家調查，以全面檢視事件始末。聯名人士包括前中央行行長 Philip Lowe、知名企業家 James Packer、Telstra 前 CEO 同埋大學校長等。佢哋認為，目前政府所下設嘅內部審查唔足以回應事件嘅深遠影響。公開信指出，暴力及反猶太主義勢力係全國危機，需要透過皇家調查釐清並對應事件嘅根本成因，並提出具體改革方案。此外，澳洲人權專員 Lorraine Findlay 亦都公開加入呼籲，強調現有嘅審查可能唔足以分析發生今次暴力事件嘅深層成因，只有皇家調查先至能夠全面回應社會嘅憂慮與市民嘅關注。然而，Albanese 政府至今仍堅持現行由前安全情報局長 Dennis Richardson 領導嘅審查機制，拒絕成立聯邦皇家調查。佢哋認為皇家調查程序冗長，反而可能加劇社會分化，令不同政治立場同觀點更趨對立。整體嚟講，反對全國皇家審查嘅人士認為現行審查同法律程序可快速應對事件，而支持皇家審查嘅人士，包括受害者家屬，則主張只有透過全面調查，先至能夠重建社會信任，並徹底防範類似暴力事件再次發生。中國加徵牛肉關稅，衝擊澳洲肉類出口。中國政府由2026年1月1日起，對超出配額嘅牛肉進口徵收高達55%嘅關稅，而澳洲亦在受影響國家之列。澳洲肉類行業協會 Australian Meat Industry Council 指出，此舉預料將令澳洲出口至中國嘅牛肉數量減少約1/3，對總值超過10億澳元嘅牛肉出口產業帶嚟重大衝擊。呢項新關稅係中國為保護當地牛肉產業而採取嘅貿易保護措施之一，將持續至少3年。中國商務部表示，限制進口旨在幫助當地養殖業渡過供應過剩嘅難關。而澳洲出口商指出，中國係澳洲牛肉嘅重要出口市場。新設定嘅牛肉配額低於過去澳洲實際出口量，而超出配額嘅牛肉將被徵收高達55%嘅關稅。呢個情況可能迫使產業尋找其他出口市場以填補損失。對於呢個情況，澳洲政府表示，現正同中方進行溝通，強調中國加徵牛肉關稅並冇單獨針對澳洲。新嘅措施同樣適用於巴西、阿根廷同美國等國。就呢件事，反對黨表示，政府應該積極利用外交關係同中國協調，確保澳洲農產品喺自由貿易框架下獲得公平對待。呢項加徵關稅嘅措施，亦令自由貿易協議嘅執行以及未來澳中貿易關係成為關注焦點。新南威爾斯發生多宗遇溺事件，3死2失蹤。新年假期間，新南威爾斯海岸發生多宗遇溺事件。根據報道，截至目前已經造成至少3人死亡，另外有2人下落不明。
近期嘅惡劣天氣增加咗海上風險，救援單位原先持續進行搜救，但係部分失蹤者嘅搜尋工作已經宣告暫時停止。其中一宗遇溺事件喺1月1號凌晨喺悉尼東部嘅 Maroubra 海灘發生，一名25歲女子被巨浪捲入海中，稍後被搜尋人員發現，但係無法挽回性命。同日清晨，喺 Coogee 海灘有另一名20幾歲男子同朋友游水嘅時候被急流捲走，佢嘅2個朋友獲救，但該男子到目前仍然下落不明。搜救行動已喺1月2號晚上宣告暫時停止。同日下晝喺新南威爾斯中北海岸嘅登堡近海灘，一名45歲女子遇溺身亡。報道指出，佢喺試圖從急流中救出自己小朋友嘅時候，被巨浪捲走，未能成功脫困，因而喪失性命。此外，喺跨年前夕，喺悉尼北部海灘地區 Barrenjoey Head 附近，一艘小艇於跨年前夕翻側，一名男子不幸溺斃，另一名男子獲救送院，而當時隨船嘅一名14歲男童至今仍然失蹤。有關搜尋行動已於1月3號朝早宣告暫時停止。新南威爾斯 Surf Life Saving 組織及警方警告，近日海面情況惡劣，存在安全風險，部分海灘暫時冇救生員巡邏。而近日發生嘅遇溺事件都係喺冇救生員嘅水域出現，警方呼籲民眾唔好前往冇掛上救生旗嘅海灘游水。當局指出，跨年假期期間遇溺風險往往比平時高出幾倍。目前多個海灘仍因海面情況危險而被封閉。救援單位與警方同時強調水上安全嘅重要性。墨爾本跨年夜開山刀襲擊案，涉嫌人士仍然在逃。墨爾本 Carlton 區熱鬧嘅 Lygon Street 於跨年夜發生嚴重暴力事件，一班多達7名嘅蒙面男子手持開山刀同匕首，於當地時間12月31號晚上約11時45分喺一間餐廳入口附近突然向2名男子襲擊，導致2人重傷。2人其後被緊急送往皇家墨爾本醫院接受治療。警方表示，傷者分別為一名20歲來自 Heidelberg West 嘅男子，以及一名18歲來自新南威爾斯州嘅男子。目擊者透露，當時喺街上突然爆發衝突，襲擊者短時間內喐手並快速逃離現場。警方封鎖現場並展開大規模調查，目前仲未有疑犯被捕。警方呼籲民眾如有 CCTV 或行車記錄拍攝到當時情況，提供資料。當地警方表示，將深入調查呢次事件是否屬於有預謀嘅攻擊，亦都呼籲任何目擊者聯絡 Crime Stoppers 提供線索。此案再度引起大眾市民對維多利亞州治安嘅關注，特別係喺節日期間發生嘅嚴重暴力事件，更令市民擔憂。維多利亞警方表示，絕對唔容忍任何持刀或利器傷人嘅行為，並呼籲市民提供線索，協助調查，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超級流感病例激增，專家發出警告。近期全球出現一種被媒體稱為超級流感嘅流感病毒變種，該病毒被認為係一種變異嘅 H3N2 分支，導致澳洲同埋其他國家嘅流感病例顯著上升。到目前為止，雖然澳洲本土嘅感染個案數據仍唔完整，但係專家指出，考慮到該變異株具有高度傳播性，可能導致更多病人因嚴重症狀需要入院治療。有鑑於此，醫療人士提醒民眾，今次流感季節比過去幾年更難控制。特別係對於免疫力較低嘅長者、幼童同埋慢性病患者。根據部分醫療機構表示，佢哋已經注意到同流感相關嘅就診同住院有所增加，顯示流感喺社區傳播趨勢正在上升。雖然超級流感嘅稱呼可能引起恐慌，但衛生當局強調，呢一次病毒並唔一定比傳統流感更致命。其主要威脅在於高傳播性及感染率。
防疫措施依舊包括接種流感疫苗、勤洗手，以及喺出現症狀時盡速就醫。公共衛生專家亦呼籲提升醫療系統監測同埋應變措施，以應對可能出現嘅住院潮。雖然目前仲未有邊境封鎖或強制口罩令等措施，當局強調提前做好防疫措施同埋接種疫苗，仍係防止疾病擴散嘅最佳方法。喺今次節目完結之前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第一個生活小資訊。澳洲皇家造幣廠於跨年日舉行傳統抽籤活動，一名墨爾本男童贏得抽籤機會，按下按鈕，鑄造咗全球第一枚2026年硬幣。今年嘅主題係澳洲野生動物，呢枚硬幣以紀念澳洲貨幣改用十進制60週年而設計。而首100枚硬幣附有認證證書。每年皇家造幣廠都會揀選一個特色主題，透過硬幣同大家打招呼，迎新年，用嚟收藏或者送禮都幾有意思。我哋今集都用咗呢個硬幣做背景，有興趣嘅話可以去 Google 搜尋一下更多嘅資訊。多謝收睇今集嘅報道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請記得幫我哋按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次見。